美国的总统川普，台湾时间早起5点外来宣布，半导体关税要扣100%，也毋过马上就过来补充，讲已经伫美国生产制造，也者是有承诺要投资美国的国家，就免除关税。所以外界的理解。 台积电是零关税，这个利多的消息，互台积电的股票今仔日来到1180块，起55块，嘛带动着台北股市大起556点，以24003点来收盘。TSMC is investing $200 billion. 美国总统川普亲像魔术师，讲变就变。台积电去到美国投资的金额又搁再改嘴，为近2天的投资3000亿美金，到台湾时间昨暝宣布投资金额是2000亿美金，数字三心两意，互市场看甲。 母萨萨，也就是台积电投资美国的金额是不随川普起舞的。未来如果说台积电在美国持续的扩大投资的话，那么也是来自于美国客户端的需求。对川普几天来家己加码投资金额，台积电拢点点啊看，嘛是维持原本投资金额1650亿美金。不过无论每日数字偌济，台积电将做中原大港的龙头。 这几年全球布局已经慢慢啊看到成果，尤其到美国市场投资。Today, they're producing tens of millions of chips for Apple using one of the most advanced process technologies in America today. 和台积电有密切合作的苹果公司执行长学了台积电的技术，然后川普嘛大声宣布会对半导体扣100%的关税。不过，若是伫咧美国市场，或者是答应伫咧美国投资的企业，拢当免关税。 真侪种好康的消息，互台积电股价今仔日开盘冲向历史新高，盘中上关价1100倍，若要伫咧美国加码投资1000亿美金的苹果，股价拜三收盘大起超过5%。不过，苹果买中上关心的是全球供应链敢会受到100%的关税，和 iPhone 的新机仔变贵咧。但现在的话，印度所受到美国的对等关税是高达30%的这样子的一个水准，所以下一代的 iPhone 17 Pro 的话，目前的定价可能会往上调个5%这样子的一个水准，整体可能就会突破$1000一支的状况。专家认为，新机仔早晚变贵，啊计销偌济，嘛是要等官方公布才会知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